哎呦，3位贵客怎么才来呀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刚才有点事儿耽搁了。这个是你们家地盘，我跟你说啊。哎，我介绍个新朋友给你们看看啊。赵启，我介绍几位朋友给你认识一下，这些都是我的好哥们儿。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新朋友。首先是红酒大王刘总。刘总你好。你好，高小姐。珠宝大王叶老板。叶老板你好。幸会。这个是上海滩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吴雨婷吴大哥，也是我的最好的哥们儿。酒店就是他开。是吗？吴总，你好。高小姐，你好。真的是久仰你们的大名了。我听英总说，你们几位都是他在上海最好的朋友。我刚从美国回来发展，以后还要向你们这些前辈取经呢。哈，高小姐客气了啊。这么说，你现在是为英董做事？高攀不起。高小姐在美国相当有背景，比如说如何开发国外市场，我还得仰仗她的指点呢。是英总也给我机会学习，以后呢，还要希望你们多多给我上课。来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多指教。谢谢你。哎，谢谢。吴总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的晚装手袋名片带的不够。这样吧，咱们留个电话。英总，你不介意吧？说真的，老吴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我特别希望你们成为好朋友，我求之不得呢。日后高小姐在上海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地方，别客气，您可以透过殷总跟我联系。吴总做事真的是很有分寸啊！我都好多年没试过向男士要电话还被拒绝了。哎，大家坐下来聊吧啊！来，坐，来。花有新人呢，来了吗？喏，在那跟美宝谈事呢。你明天回酒吧上班？我为什么要回来上班啊？你不回来，你拿什么交房租啊？没打扰你们吧？没有。没有，正好我心情不好，去找人喝酒呢。找我干嘛呀？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，我爸是否跟一个女人在搞地下情。什么？搞地下情？地下情？这你这是怎么了呀？你堂堂一……好啊，多给我点资料吧。保养的挺好的，20年不见了，还是那么帅。
动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这个小动作还是没有改掉。高琪，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招？怎么了？你是我的妾啊！你回来上海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见我的女儿吴安珀。你做梦！凭什么？她也是我的女儿。你好意思说她也是你的女儿？当年你为了一张支票，你可以放弃她的抚养权，跟别的男人远走高飞。今天你有脸回来说她是你的女儿？你有尽到一天做母亲的责任吗？雨婷啊，雨婷，你真的是太记仇了。生命有限啊，我习惯了只会把我想记住的东西记在脑袋里面。自私！自私不是你们男人的专利吗？我应该自豪啊！只有我高琪让天下的男人觉得我自私。如果你不配合的话，我会从法律的途径去见我的女儿。小琪，我喜欢。你还会叫我小琪呢。爱是一种感觉，恨也是一种感觉。你对我两种都有，怎么那么轻易的放下呢？回去，好好的安排我跟女儿的见面。我等你的电话。
来陪葬。高启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啊？你跟他分手，今后不许跟他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殷总啊，我今晚真是太高兴了。你闻一下，还有雪茄味道呢。味道好极了。哎，今天你真是风光无限，像女神一样，你给足了我的面子。真的吗？我在上海的业务有你这么帮忙，我当然要顾及殷总你的面子了。哦，对了，我那天跟你说有几个银行的行长，我想约见，你帮我约了吗？没问题，我都约好了。要不要继续查清楚高启的底子？这女人来路不正，靠很多不同有权有势的男人上的位。他身边不是有一个教跳舞的男人叫马真的吗？在金融风暴中亏了高启很多钱，分了。他如今应该只是表面风光。若我们查出高启真正回国的目的，要不要给殷老板通一下气？不用，同桌吃饭，各自修行，不关咱们的事儿，不要抢出头。好的。那老板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把公司所有长得还可以20出头的女员工，通通带来见我。这要你去你就去，快去。好。Victor， 好。给你的那些资料你都记熟了吧？我都背熟了，老板。哎，你喊我什么？Daddy。要冷静点，自然点，
千万不可以穿帮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，Daddy。Amber， 我终于见到你了，让我看看你。我带了个小礼物给你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谢谢。Amber， 叫人呢？高阿姨好。小傻瓜，你怎么叫我阿姨呢？你应该叫我妈咪啊！你爹地没有告诉你我是谁吗？Daddy他都跟我说了，他还让我不要对你有偏见。高总，这2天总是有2辆来路不明的车轮流跟着我们。随便吧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的好奇。高总，这是我帮你查的资料，全是吴安破平时身边。高奇每个星期都会在同一个时间做健身，之后会去附近固定的咖啡厅坐一会儿。小姐，给我一杯咖啡啊。
谢谢。喂，殷总，怎么样？银行方面有消息了吗？好啊，那就明天中午饭吧。那你儿子英东，他也会来吗？没什么呀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他也来的话，那我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减低了。那好吧，你安排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喂。不好意思啊。我来。不好意思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是 Amber 的朋友 ？Amber， 哦，你说的是 Amber。你是他的同学，你是打篮球的对吗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他提起过你啊，我对你特别有印象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特别帅啊。能被你夸奖真的是莫大的荣幸啊！晚上有时间吗？能请你喝一杯吗？好啊，你把 Amber 还有你那些同学都约出来吧。你家里面好像是开了一个酒吧，对吗？哦，你对我这么了解啊？好啊，那晚上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在哪儿？抱抱吧。I'm meaning hug bar。欢迎光临抱抱吧，这是我们常聚会的地方。他们到了。嗨 ，Amber。嗨。美女，这两位你都认识了，就这位你不认识，他叫万佳，他是我的好朋友和同学。嗨，你好。坐吧。好。男人嘛，总是没有勇气去收拾残局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把他生下来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这里有点钱，有2000块，算是我对你的补偿了。这种事情，在你生命中也不是第一次了吧？记住，我送你一个字：滚！这里好漂亮啊，是吧？来，我带您参观一下吧，先。好啊。啊，你们先坐啊，我去看看。好。哎，我去拿果盘。这个是一个主题，那个我参观最好的那个。很漂亮啊，她就是你爸的女朋友高琪啊。我爸的女朋友又不止他一个。这里真的是不错。这个花游戏，跟他大哥一样，成不了大事。佑熙又做错什么了吗？我觉得你好像很不喜欢高琪啊。我觉得他很危险，说不出的危险。你们俩在聊什么呢？哎，万佳，你看，这是高琪姐前2天在琥珀展送给我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高琪姐人真的特别随和，你看，像这种小酒吧她都会来。我总觉得他来是有目的的。万姐，丁一跟微微怎么没来？啊，他们还在花房餐厅，没下班呢。啊，好，我拿杯酒。哎，过来。干啥？他是谁呀？啊，他叫高琪，是 Amber 的朋友。朋友？
对啊，他刚从美国回来到上海发展，是一家大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，也是我们EMBA 课程的高级讲师。哎，妈，她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岁数还这么有风韵、这么有魅力的女人，和你不相上下呢。有压力了吧？梦姐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你离他远点儿。吃醋了？走开。没想到，这种地方你也会来啊？你对我研究好一段时间了，殷总，你有什么话要？你爸找我了，给我一个说法。如果你真的那么不喜欢我的话，可以劝他以后不要来找我。反正对我来说，冯总，今儿怎么样啊？满意了吧？您的球技好多了。那是当然。哎，人家现在有一个乔圭的女朋友高琪当教练，能不好吗？什么话？什么女朋友？你这话，你这一般的朋友
以后没准啊。我见过高总，如果不是英董急速先登，我马上去排号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你说高奇的产品放进银行里，你那么乐意，哎，我说啊，别有想法，甭走了。是否能推动成功，还得靠您多多关照啊。哎，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想，我把我另外一些产品放进银行里边，这2宗买卖，你挣大发了。在我退休之前能接下这笔买卖，那您太给我面子了。这样说来，你在生意合作上已经跟高奇结婚了呀？什么话啊？怎么这么色情啊？什么话这是啊？老鹰啊，我必须得要提醒你啊，这可不是一个小项目，国外的水有多深你都不知道，你必须得谨慎，可别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。老吴，你既然这么说，那行，咱俩今儿好好谈谈。等会儿啊，你过来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打听了老吴，那高奇以前是你老婆，那是你们都已经离婚了。现在我追求她，怎么就不行呢？我问你，你还真打算娶她？是的，我就要娶她。老鹰，你这个人很单纯，但是高奇不像你想象那么单纯呐。老吴啊，老吴，这么多年我跟你说，你哪儿都好，我说不过你。你呀，就是假慈悲、假仗义、假朋友，懂吗？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不可理。不是谁不可理喻啊？喂，亲爱的，有件事跟你汇报一下。什么事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把胡一天给骂了。是吗？可是你不是要跟他合作吗？谁要说你半个不字儿，在我心里边就是死罪，死罪。亲爱的，你太棒了。可是你千万不要为了我而得罪人啊！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受到伤害了。伤害我？在这儿谁敢伤害我呀？真的，亲爱的，自从我认识你以后，我的眼里边都是春天。那就好，但是你一切要小心为上。哎，高琪姐，欢迎你来参观我家。哇，你家可真是气派啊！难怪可以培养出你这么好的气质。高琪姐，那是去年我爸生日我跟他的合照，我爸帅吗？在这样的家庭长大，我肯定你是很幸福的。其实也不怎么好。我还不到1岁的时候，我妈就抛弃我跟我爸，拿着我爸一半的钱就走了。安博，你恨你妈妈吗？我知道有一天她肯定会后悔的。有你这样可爱的女儿，谁舍得不爱呢？嗯。大姐姐，不说这些小心的了，我带你到外面去转转吧。嗯。还有那张，也是他生日时候照的。哎，你来啦，英东，我还以为你陪你爸爸去应酬了呢。我爸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从来不担心他。我现在反而要替他看住你。真是个孝顺儿子呀。
哎，你在看这期的《财经俊才》杂志啊？你们两个的爸爸真的是焦点的成功人物啊！高琪姐，这期杂志你也有看啊？早就在我床头陪我入睡了。哎，根夫姐姐，喝杯果汁吧。谢谢。很好的。哎，这位帅哥是？你好，我是韩定一，是华游戏的哥哥。高琪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他是我大学同学，也是 V Love 的主理，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追求过我的男生。真的吗？Amber， 别闹。看好啦！啊，高琪姐，我是薇薇。老听 Amber 说你好，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。谢谢你们啊 ，Amber， 你所有的挚爱我今天都见到了，太好了。但是还有一个你没有见到呢。谁呀？我爸爸呀。你猜，如果他见到我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肯定特别喜欢你，然后他肯定会追求你的。你说我爸爸要失恋了。高总可真有魅力啊，所有人都很爱戴你。可你的审核是最难过的。好啦，都别站在这儿了，吃饭吧，饭已经做好了。啊，我饿了，走，赶快去吃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们做了什么好吃的给我？来啦，看齐了。哇！我看我吃完这顿饭肯定是要减肥了。各位宝贝啊，我觉得我们好像还缺了一样东西。什么呀？酒啊！啊，我去拿，我去拿啊。我。啊 ，Daddy，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我们大家正在接待一位贵宾，这是 EMBA 的高级顾问高琪。吴总，你好，久仰大名。你好，高琪小姐。Amber， 你认识这位高琪小姐多久了？1个多月了吧。吴总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的女儿太优秀、太漂亮了，我第一次见到她就特别喜欢她。我可以邀你开瓶红酒，跟我们庆祝一下吗？这样吧，不如我邀请高琪小姐去参观一下我的红酒收藏吧。是啊，因为我太想她了。当你找一个女的假装她来见我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笑。当你跟踪我，找人查我的时候，我更加觉得好笑。难道你是在嫉妒那些追求我的男人，特别是殷有金？